若过来这位是总统教育奖的得主，也就是罕见疾病肌肉萎缩症的患者张兴军的妈妈。伊伫个面册发文章拜托救援，讲后生的抽痰讲、呼吸讲甲氧气讲，大家拢爱用酒精来消毒，但是即摆酒精甲喙暗拢买无咯，真惊会去影响到后生的性命。高雄市社会局一接到消息，马上送4片的喙暗互因应急。罕病基金会嘛讲，有袂少的朋友坐轮椅，无法度去排队买喙暗，所以即摆嘛拢无喙暗通用咯。曾经得到总统教育奖的肌肉萎缩症患者张兴军，需要靠仪器维持生命，每天必须要抽痰。这2天，张妈妈伫面册抛出一篇求助文，讲每天爱消毒呼吸器的酒精无够，经常爱走病院，喙暗嘛需要。面对即摆供不应求，唔知要向谁求助。高雄市社会局马上派员送4个喙暗应急。发送原则呢是以7天2片，那目前呢先发送3周。对酒精不足的部分，高雄市社会局讲会甲卫生局合作调度，了解对方需求的酒精浓度，予伊专业的协助。张兴军的状况，罕见疾病基金会嘛讲，不少朋友拢有同款的问题。病友在家，那家人也需要照顾他，所以其实他们没有这个人力去像一般民众出去排队领口罩。对，这会变成是他们口罩几乎都快要使用光的情况。不过基金会内面喙暗甲酒精的库存量嘛无多，恐惊无法度一个供应需求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因会想办法调拨来全力协助。